谢谢。哦，那个他大没大，谢谢。即马重点里头前啊。各位长官、诸位贵宾、各宗教领袖、一贯道全体道亲，大家道安，大家好。好。竭诚的欢迎各位来宾来参与今天万民祭天祈福大典。首先，恭祝大家福体康泰，天命永昌。一贯道仪式即将开始举行，请各位来宾保持肃静。一贯真传护台湾，大道弘扬新中华。一贯道万民祭天祈福仪式开始。奏乐。全体司令，恭请佛光，恭请一贯道总会王理事长、张明志副理事长、简清华副理事长。请佛光就位。
贵宾、来宾，请坐下。恭请一贯道总会荣誉理事长含荣誉理事长献结缘香，分献由方副理事长、兼副理事长献结缘香，请就献香位。香三处，一献上献三献三后走，一后上后三后走，起坐。一献香的地上手鞠躬，对。对面坐，一、二就拜位，坐一位，三后走，一后再后。三后走，起坐，一、二前进就献位，坐一后两位跪。三后走，一后再后，三后走，
端，聚眉齐，先，聚眉齐，奏一。聚眉齐，一叩首，一叩首，长进奉献。上亲下薄，奏一叩首，一叩首，端，聚眉齐，先，聚眉齐，奏一，先，聚眉齐，一叩首，一叩首，长进奉献。上手居中，奏一叩首，一叩首，端，聚眉齐，先，聚眉齐，奏
接。哎呦，举眉起，一叩头，一叩头，传句奉献。这重的，这朋克我这重的。端，举眉起，接。举眉起，坐一接。举眉起，一叩首，一叩首，成绩奉献。坐一，一叩首，一叩首，坐一跪，三叩首，一叩再叩，三叩首，起。同坐一，后退归拜位。坐一，跪。三叩首，一叩再叩，三叩首，起。坐一，两边分班。对面坐一，献供礼放手鞠躬。
请禅仪，各就牌坊，奏乐。线香5柱，1线2线3线4线5线5扣手，1扣再扣3扣4扣5扣手，坐依线香比例规范，全体注意。两边肃立，静听请谈。各列请班，序走衣冠。诚敬听宣，八卦如东起祥曰：玉化圣龙降云盘，官地金轴纯阳佑，28宿入广南。老夫自谈之点，右指左指合边，别部后部，腹部龙部，各显威严。
神天子，切莫死亡，遇难救难，遇灾除冤，遇善相助，遇事相伴，大节远退，心亮阳光，有益世界，触犯天堂，山草之事，一一响昌，不准会议，时时皆然，各尽而辞，正价3天，母命之争，爱无传宣，见道行道，一转婚前，12元辰，各尽其天，时势将至，无为特宣。对面坐，一二在座，就拜位。第1位，请坐下。第2位，第3位，第4位，第5位，第6位，第7位，第8位，第9位，第10位，坐位。出现乡3处，一现在现三现3控手，一控再控三控手，起跪。亚县乡3处，4现5现6现3控头， 4控5控6控手，起跪。东县乡3处，
现发现就现三后手，七后八后九后手，go，现相辅助，一现在现三现四现五现五后手，一后再后三后四后五后手。go，两边分开，第一位，第再位，第三位，第四位，第五位，第六位，第七位，第八位，第九位，第10位，对面坐，请他比放手鞠躬。对。
一贯道万民祭天，祈福仪式已成。接下来是以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。贵宾介绍完之后，我们正式来举行今天万民祭天祈福大典。是以介绍到的行政首长、长官、民意代表，请起立，以接受大家掌声欢迎。首先。